我要吃。我呀有的人我之间，这样的随便做起人呀，这样的随便做起人呀。小罗又是小罗在前面。阿布，今天阿布让我把他的和不是阿布，是17让我把他的视频全部删了。我说没事，你找出来我给你删。他就说把阿布的他的全部删了。我说你和他咋回事？他说没在一起了呗。我说我说好呗，肯定啊，你要求删我肯定删，反正那个也都是很早的。我说也视频不存在，反正你让我删就删吧，反正也不存在那些。反正那些视频就记录一下，太多了，就将近7000多个视频，删一些也可以了，反正也不在乎。太多了，你家娃把头发又剪了，剪得精神很多了是吧？以前其实扎个辫子也有个性哦。他扎辫子感觉要老一点点，年纪大一点。把辫子剪了，感觉年轻了2、3岁。在里面的外面去照。腊肠羊腿，这个叫腊肠羊腿胸部，这个歌还可以，好听。哇塞，故乡情这么早就听了，就跳了哎，这么早就跳。那故乡情一般我都要把其他音乐给替换掉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音乐。昨天晚上有7、8个女孩子，今天晚上看有几个啊？现在来了2个，一个小罗，一个是苏拉。昨天晚上有拥挤，有汤卓玛，有杨秀儿，有那个曲卓儿，反正昨天晚上有7、8个。来的很少，男的也来的比较少，男的只有6个人左右，加起来就是熟悉的吧，团队的非常熟悉的，也就是14、15个。今天晚上人真不少的。缺到了，下午漂了45分钟。下午是太热吗？太热，本来2个小时的，2个小时还有建设那些，后面就没有，屏幕上就没建设那些了，然后直接看。年轻人有啊，一走秀好看，比那个小经理走秀。下午没去吗？上午没去。上午没去。上午我想我就9个多就10点钟，没时间了。因为我上午我是和人经常是在10点。对。
下午晚上睡的慢。下午2点半太热了，就睡到4点半。本来说4点钟，后面就是还热噻，就是不能再睡，最多4点15左右开始的。我们平常一般晚上4、5点钟睡，那是明天还有噻，明天后天都有啊。明天早上10点钟拥挤的，明天早上拥挤有，下午是循环的那个。不是循环，明天下午是单独的。哦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明天下午拥挤去不了，还要上课，上周上不去。下午就是有可能是团队的，没说，还不知道，我没问拥挤，就管他的，反正我屁股管他。你问没得用，反正他们都安排好了，我没得说，是不是啊？还有时间就是。对，后天还有一天了嘛。这个有点长哦，这个不要翻锅的话有点长。这个也要翻吗？肯定要翻，太长了。这个摇啊，一直摇很久。揭秘要晚一点，再送。明天我不知道，应该是送永仁的，然后在14号，明天早上嘛。永吉是10点钟做表演，然后表演之后我直接送个鲜花给他，因为他有2个花没送给他，一个是女的应该包括水果嘛。有水果的话拿不下，太重了。他下边上课，上午给他送个鲜花也可以。然后明天那个杨顺也没有，还没给他送。这2天一直在忙那个，这2天就是跑宽窄巷子拍那个，没时间送。还有6、7个水果也没送。这个也来了，这个。我都不好意思问他名字，我忘了，因为我几小时下跑堂了，还跑第2圈。这个什么样感恩什么？拉错来了，有点刷3个，最后面一个算是4个。还没有小倩也来了，卓玛错也来了。前面有3个，再加拉错4个，加小罗就5个。奔驰来了吗？他们也玩了，昨天晚上2点多，也4点多。我不知道他们其他送了刷几点。有可能通宵吧，通宵的话，现在也早就起床了。Hello。丽丽啊，丽丽跑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老师外面去配好，外面去配，外面去配。那我你那儿去看，你差点累了，现在快你拉你聊的可以，我这差点都拉好，拉点拉都不行。然后就结束了。你站在这儿外圈随便照。对呀，要去真来了。扎西瓜庄。
洗头各种扎西专用的，好多好多都扎西的，扎西还有个美丽的山河，扎西的名字的歌曲太多了。哦，对，一团卓玛是那个。后面小雀，然后是卓玛错，然后后面那个是谁？会是乐布会穿那个鞋子。他们小楼背上的衣服都烂了，你看，这个好凉快嘛。打电话催一下，说话了还没回来。他晓得哪个送的，晓得，我就不用管了。这个是我配个委托，本来我要送的，没有时间这几天。这个是瑞瑞教的，这个搞得赢嘛？搞得呀，他一说马上送过来，内容就没写，直接他晓得，直接送到他就可以了。好。
好高哦，人家的比高矮嘛。这个也跳得好，这个老虎前面那个小老朋友，不是，老虎的朋友嘛，他一个人应该认识。哦，15号高了，挺少的哈。哦，后天差点搞忘，后天是扎西拉布的生日。出来了，英卓没来的吧？哦，吴家墨来了吧？吴家墨去这儿。这边还有几个，我把出，这个还有勇儿，还有。小罗跑好快哦！他前面影子都不在了。跑得太快了。
杨金郎的声语。第一段这个是李若奇兰多迪的原唱，还有3段，有第3段好像是宋龙佑，但是这首歌是很老，20多年老歌，就重新加工了一下。
风生兴衰，有小罗的。拉车粉是送的。我没有，都有。哪有？水果是啥？好像是那个啥，他们去年粉丝说的。
太多了，还刮不完。哎呦，排太这个可能是连没有连续说完，请过酒的吧。牵着你的那年，不知上边来说看，我说啦啦送的呢，头的今天的事，我说啦啦送的呢，头的今天的事，他那一说下来呀。好热，这个藏到脖子上有点热，真的。真的好热。带个板。老福，嘿嘿。这个是你徒弟吗？上次不是见过吗？不见吗？这个是你徒弟吗？这是我朋友。朋友啊，闺蜜啊，他们是说你是徒弟。走马凑，然后小倩，那个朋友最近就是在这边跳舞的。你们粉丝群那个人送的吗？是那个？是一个和尚喇嘛送的，来，就那个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其他。这老王哥，哦不是，程序老魏，程序的先开。反正哈达随便送，但是鲜花也不让。比如说我中间送鲜花好像就不好。哎，就是这个拉错嘛，拉错在这边来嘛。哦，对呀，你跑到后面看不到你了，没看到你。没看见吗？啊，没有。昨天的第二圈吗？哦。现在拉错比以前有精神了，这个是实区拉错，他做了手术，去年做了手术，他做了那个换肾的手术，就是感觉比以前要生龙活虎一点。但以前他也没发现他有那个病哦，他都突然一下就觉得有点怎么说呢？从来没想过会那个病。哦，也就是有几个月喽。我就这跳9点多就上去了。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？昨天来的没看见吗？昨天来了。他昨晚上来的，好像。看到你，来了。市区拉错，市区了。他拉木娃关系好，其实拉木娃之前也不知道，后面去庆元宫才知道，然后他们关系就非常好了，因为都是老乡嘛，还有就是跳舞跳的都好。他做那个换肾的手术，住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。然后之前就他发了一信息，我就说咋了？
要去鼓励他吧。反正手术好了之后，反正就是生龙活虎的。我觉得他说你比以前跳舞还有精神一些，他说他们都这样说。他没有想到，他就觉得每天跳舞，应该身体素质很好啊，没有想到肾有问题。那雨涵也是，雨涵不是另外一种病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就像17说的，他说他每个人都没有养成那个定期体检的那种。但是我说你绝大部分99%都不会去定时体检，除非是什么单位的公务员那些啊，要么就是有单位的那种统一的那种。他说也是哦，因为17人学的原来医学方面，他也不会来锦华了，他就在江喜会那边。手机拿了还是要拍一些视频啊，所以今天拍的比较多了，手机都拍的都死机了，我关机哦，不是死机。跳的都可以啊。今天30多度啊！今天30多度啊！热得很。今天中午热得很。这样不还有风？这儿还可以啊，这边也有风啊。拉姆娃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7月份才回来。我感觉见精神面貌比以前好一些。我肯定把现在比好了，肯定那个。对，跳舞精神好很多。是还有问题的话，肯定脸还是会很黑，因为是排毒。排毒出来嘛。对，但你脸色好很多现在。如何过妆？气色好很多，他以前脸要黑一点，他看不出来生病啊，因为他跳舞跳得好啊。
他说你很知道，知道吧？他说他跟你说了。我想打电话问他这方面嘛，我刚刚既然都把都既然跟他说了，打电话给你介绍之后，他说是然后都说了，应该来得及。因为8点多左右，8点10多，一个应该半个小时吧，我送过来差不多也就9点钟左右。这个吧，你不认识吗？永儿永山要高一点点，但是还没有老大的，我操，大的营养，吸收的最充分，最高。
你看到送过来没有？送来了吗？自己晓得呀。银座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孩儿嘛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银座的。哦，先到了。还没来的嘛？银座没来的嘛？喊他来嘛？我说他马上来，他说马上来就上。他说马上来，他说今天要来吧，他说的。还没来，那我就走了。别说，你先走嘛，你走嘛，那你那不要那个走，我跟他说嘛，他说要来吧。他反正要来嘛。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看人了吗？是那个这个场上一个那个啥子一个人，他给你送的，都已经做好了，给你送过来了。他怎么办呢？那我他现在在里边跳舞那个人，他说他给你说过了吧？他说的他现在来不及，他明天送。我有没有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在不在？这个花咋办？他拿回去，明天来拿过来可以吧？他的话可留1周左右。明天他今天来不及了。不，那个人已经走了，花亮已经走了。那你拿回去可以啊？我给拿回去，我没给拿。我没拿的就说话。你还没拿，我给拿回去嘛。好吧，不放那儿的。好，他花可以丢。好，只有我才敢拿回去，你才敢拿的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我让那位这个把他拿回去，他明天发电的已经走了，然后别人帮你先拿，明天拿。啊？我让那个。你要睡觉了？来了吗？但是你感觉到他明天来哈？他肯定要来啊，要来。他现在在哪儿嘛？啊，我不晓得，他说现在我打电话他没接，他说现在来不及，他告来不及。他在哪儿？之前他说今天他有可能回来8点半。他在那儿做生意的嘛？那就做生意。他在那儿做生意的嘛？他来不及了吧？我不晓得。好点热哦，有点热。他呛着了，他肚子上面在水，有点汗水。现在5岁，刚刚5岁了。我天是我的生日。对，你也5岁，是不是？6岁了，6岁。对，昨天星期6，昨天星期天。因为你在外面过生日了吗？
在外面过生了吗？在家里面过来，家里过来。哦。肯定吃蛋糕了嘛？哦。一起在幼儿园的朋友。哦，你们就是你们亲戚家嘛，一起吧。哦。你明年就上小学了。啊，对啊，6岁。哦哟，那就要注意的哦，要每年给他打疫苗。贵的没事儿，主要是要安全。就要买打，对，都要打疫苗，要打。哎，快点，要来。对啊，要出来。它全下面是湿的，有点汗，全是汗。打疫苗打正宗的才行，不要打晚的。也可以啊，教育多少也可以啊。你跟他说一下嘛。他们1岁相当于5、6岁，他们天生就会。比如说他受伤了，他会在外面找吃的，在找的花花草草。来了吗？来，他来了吗？哦，英总来了吗？哦，来了吗？哦，就是你刚刚说他跟朋友送的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们说了啊？你知道啊？啊，他晓得。那就好，不用这。下面都是湿的，哇，你全这些湿的。就是这个，这个，我给我也一下。哦，干嘛？就是跟卓卓的英卓，是我们跳舞的一个观众吧。跳完了吗？这我都拍完了嘛。哎，是送水给他们，怎么送哦？送水啊，你直接搬过来就完了。我就是说你送水的话，你直接就8点钟左右，7点半就送到这儿。我明年来给他是，他们也太辛苦了。对啊，都辛苦，跳舞也有辛苦。对啊，夏天了嘛，这全身都湿了。又发了好多视频。我经常关注，经常关注你的视频。我想起来发一发呀，有些一天几10个。因为你是专门拍照。扎西。扎西没怎么跳舞，小扎西不是扎西。对，是。哈。这里。班长，那个全部都上在那个。都说他没领。基本上跳不跳舞不知道，都让拥挤在跳，但尽量不知道跳不跳。跳的话，就早点走回去也可以，因为这几天视频都没做。弄在一起的。今天宽窄巷子拍了45分钟吧，就基本全从头到尾，基本都拍完了。我这知道应该是。上午的话2个小时，上午的话他们有每个县的中间有穿插的那个宣传片那种，下午的话就直接跳，直接干舞，直接跳表演节目嘛，就没有那些，因为太热了。有很多。有什么都有吗？什么？哎，老总是吧？来，现在我18个的，我们点票，分子。是这样吗？我们点票3到老总。你找我呀？但是你要去啊。这些明天你们下午去不去？跳舞啊？下午宽窄巷子啊？宽窄巷子。团队安排没嘛？
就是他们说昨天、明天早上拥挤嘛，下午拥挤和排队嘛。还有几个吧，我都不知道，对啊我没去。对啊，下午我不知道怎么安排的。嗯，反正上午还有上午我要去，反正中午太热了，中午今天好热呀，今天中午30多度，手机都用不起，手机全部是高温。什么嘛？这里佛像、观音菩萨的。金子啊，纯金的嘛。呀，打起来大。绿豆木，必须要当。真的是绿豆木，这个。换了吗？不知道这个是绿豆木。它打开嘛，全是佛像。这个金。它是佛像是什么像？这什么像呢？每个都不一样。每个像都不一样啊。对。每个都不一样是吧？不是我的。反正都不一样，每个都不一样。对，我都是这个。哦。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的像。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每个都不一样。我好像是不一样。真的，你的是什么？快30分钟。对，镀金的24K的，一般肯定要镀金嘛。他应该也要不了多，应该要不了多少。现在金子涨价嘛，现在700多，600、700一颗。谁了？最后。他们走。这个箱子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箱子是那个千里红大师送给团队的，忘了说了。啊？也是送给团队的。我外网买。都来，人呢？都来啊！快点！快来了，快点！晚上哪儿拍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跳舞就不跳就回家了。没人约你啊？不用约啊，不用约呀。晚上没时间了嘛。还有什么东西？你晚上10点钟就要睡觉了，11点钟之前嘛就睡觉。可以，拿给他吃。看豆豆过来，这是豆奶。肉麻醋，店的。这个是专门出豆，这是豆奶，是有的吗？豆奶啊，豆奶啊，豆奶。就一个拿那个年味的地方去。我去，跳舞的地方就很有，我有。按照。就前面嘛，中心那个商场那边，直接拿过去喝就是了。金川歌庄。我家莫没来，我家莫没说消息。还要不要？可以多，可以多。这边还有10多个至少。等会儿吃吧，等会儿跳完了之后就吃冰淇淋。
下午没有不知道，因为下午有可能天气很热。下午老师有课嘛，英语有课。明天早上9点20左右聚会嘛，不是，就是先聚在一起实验中表演。挑2块，他连到一起的，他因为太多了，如果跳整段的话，应该跳那个将近50多分钟。不可能跳整段，就跳2、3段就可以。一路在旁边休息。把凡凡吓到了，是吧？英卓没化妆，他就戴口罩，其实不用化妆，不要。
这儿来了一个，这儿来了，学习了。快，50块钱，快点，真的，看到。这是最后搞笑的汉真的。还有的他这还有。你说可以就可以。说嘛，我们在听的。就完了，你们会跳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就是过去了。好了，都会了没有？你们会了的话就可以了呀。我也这个打死的下不了。把这小鹿带出一圈，然后跳起来。哎，练完了吗？练完了噻。肯定练完噻。你单独可以跳一个。买那么多会画。这边拿，他买了30个应该够了。拿去吃嘛，拿去吃，等会儿就发了。你明天要来不？肯定要来呀。我每天除了11号没来，12号、13、14、15都要去，换得很紧。这是小活动，拿去吃吧，拿去吃，一会儿就发了。因为他是这里骨折的话，在这里骨折没有影响。这里骨折，这里骨折了？什么时候骨折的？上个星期就在痛，然后昨天不是跳了，白天也跳，晚上也跳。你健身做了吗？特别疼，然后晚上去检查了。这怎么是？检查以后，他说的是胸部肋骨有一个是骨折了。骨折了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这不用做手术吧？长期不要跳舞。不要太激烈的运动。但是还是肯定是会恢复的啊。就1-2个月没什么嘛，明年。骨折起码2-3个月吧，至少。要。对啊。他是怎么造成的？不知道吗？这里打了一拳。别人打的呀？你自己就开玩笑打的吧？开玩笑，然后那天就昨天也中。开旭和小倩跳那个跳起枪糖果庄。时间可以打20多分钟，21分钟没有卡没容量了。几点钟？才几点钟就自己看？没时间。你热不热？你热不热？他应该有点热。他都12度噻，不都12就不热。我降下来的话，我就会有。
声音好小哦。光圈，这个光圈，还有一些输出型。去那边外面去。待会儿我去外面约会一下啊。可以先看是吧？
9点就可以。 9点20。呀，可以了，我看一下。小龙门是先快一点啊，我先看一下。这个先练一下，他说的。往这边站站的可以不？开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往音响里面站点，那边往想站。看一下。搞啥子呀？我到了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到你了。不是小李我到了。我专门当你的嘛。声音它那边变声乐。你的那个抖音是英语吧？小李体委，就小李，小李吧？小李体委。直接搜小李就找得到。感受。哎呦，我说过来拍一下，就把3个手机报废了。摔下去，我手机多得很。3个手机一下啪！通过铁钢化膜才行。不像永吉他们那个随时被断过。你看永吉的直播啊，随时说白了都是搞去耍的嘛，有点儿。啥荣布的都，反正就是大家粉丝多的他的不一样。他如果跳舞的和我们拍的不一样，没得人打赏。就跟蜜蜂说的，他那个上万人在线，没得人一分钱收。我那个不是那有时候直播就是几千人在线。还是有在线的时候1万人，没得人打赏，就是送点送点啥子星星嘛那种，星星花之类的，嘛又没得几个钱的。一块钱那个几角钱。多少还是有，多多少少都有。我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收入10多块钱，那也直播就是有几个小时收入了10多块钱。你直播1000人可能不止。我那时候2000多人没得是打赏的。他不像跳舞的，晓得吧？不像跳舞的他忠诚度很高。他喜欢那个人，他就很喜欢，他就随时说，要不你拍摄没得用那个。我们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维持点热度，人家喜欢的粉丝啊，看点直播，他们就觉得有点意义，等于说是，嘎。对。还有关注你这个号，等于说是。对。有时候我也精神嘛，那天晚上天天来直播。对啊，你收精神没得收入。对。像云峰那些，他们像你比如视频播放几十上百万的，他就2、3块钱收入。我拍的没用，像这些视频现在也是啊，拍的播放量高的是，他说抖音那些拍了几十上百万的播放量才几块钱、10块钱都没得。没得，现在都是这样。抖音现在，他那个就是那个原创作为激励计划。我原来有时候拍一条视频，有时候收几百块钱，现在都没去。老师，你们今天去没去？今天没去，明天去。今天没去。明天早上你10点钟前到就可以。那我就没我去。今天好热啊！今天明天肯定也热。明天。这几天都有点热应该。明天我热天来了，还是带个伞去。要不是相机找不住。就是我伞都绑到上面，还没取下来。相机关键是它那个里面那个镜片，里面那个起那个螺旋那个镜那个镜头嘛，那个损坏了就有点它就是高温对它那个伤害更大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有塑料的。但是虽然说它有保护，但是你时间过长在那儿拍就要照，知道吗？
那个着了车子买一个好可贵，哎呀，那个就跑这儿去就像我们那个就那时候就得妈1万多，哎呀，这会儿着又去买了，全没挣着了，着的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就那个闪弄好点的。就是如果的话，他们会